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医生踏入政治的前副市长颜顺泽，去年3月，搁再转去下营开诊所，重新回到医生的本业。最近因为天气真冷，伊嘛特别参加网络节目，提醒民众寒流来袭的时阵应该安怎保暖，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到上低。担任过北东副馆长、北东副市长的颜顺泽，伫2017年选市长，甲2018年选立委，拢双双失利以后，去年3月重新回到医生的本业，为伫下营的和平诊所嘛开始营业。最近因为寒流一波一波，伊受邀请参加网络节目，会中就提醒大家保暖的撇步，特别是暗时爱困之前一定爱啉水。半暝若要起床，唔通马上起来，定大心的提醒。讲3步3依啦，不要马上起床，等一下再起床；不要马上离床，等一下再起床；等一下再离床，不要马上走动，等一下再走动。你知道这3步3依，再加上你睡前如果能够这个喝一些开水，再加上我跟大家说戴口罩或者保暖的话你大概会将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就降得比较低。是。颜顺泽伫节目当中无看播，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讲成大家拢听有的常识，其中也包括透早4点到6点，就是心包油、心肌塌掉的上危险的时阵，一定要特别注意。心脏跟脚是同高，那这时候血液心脏就不需要用很多力量，不用很大力量就可以把血液送到头跟脚，所以这个时候血液流动是最慢的，因为心中小波浪。所以第一心中无力，血液流动慢，血液又浓稠，然后外面温度又低，那重要是4点到6点的时候，刚好交感神经在兴奋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心跳会增快，然后压力会增加，所以种种原因导致4点到6点是咱心肌梗塞、肝脑状况最容易发生的时候。是。不管伫政治路，或者是医生的本业，颜顺泽拢献尽伊上大的力量来奉献服务。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永华市政中心为去年开始开放1楼的空间，鼓励新众朋友有表现才艺舞台。今年第1场，社会局特别邀请总统教育奖的得主陈若琪来演出。有济市府员工中昼休困的时间，特别去欣赏，嘛互表演者实际鼓励，让面温馨。爱着你，无法度，放风放晴的浪漫温柔，一支草，一点露。今年第1场伫市府大厅的新众朋友表演，由2015年总统教育奖得主陈若琪加开精彩序幕。若琪出席虽然伤感失明，加上自闭症等还是障碍，不过妈妈却发觉有音乐的天分，一路行来不断栽培努力，才有今日会当自弹自唱的成果。这摆因接受市府邀请，都来看见若琪的自信成长。透过观众甲因互动，也看见妈妈的笑容。其实，在很多的市府单位，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对，那我觉得台南市政府就是有这样子的空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是一个福音呐，真的。对。其实他先很爱唱歌，然后再开始弹琴这样子。那最主要是他对音乐的喜爱，所以他可以就是以这个来当他来当他职业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在音乐里面，就是沉醉在这里面，然后表演给大家看，他也很喜欢这样子。若是表演的过程中，有济市府员工中昼休困时间，都要专工来欣赏、甲因鼓励，甚至有具体奖赏来支持。社局表示，该活动109年9月实施以来回应热烈，所以今年市府加了一组，要予身心障碍朋友展现才艺舞台。我们有提供这个舞台，让他有一个社会参与的机会。
让他们市府我们员工在这边中午休息时间经过的时候，对这视障者感觉这个有一个才艺上的表演，给他一个肯定。那我们是请市府同仁到如果每个礼拜这个固定时间礼拜五中午的时候，不能给他们一个掌声。以陆奇为例，虽然是同情的身心障碍者，不过伊却以音乐甲世界沟通，保持对生命的热情，要看见幸福未来。所以今年固定每礼拜二中昼，若经过市府，不妨停下脚步，互这群生命的倒数掌声。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真理大学满道校区台湾文学资料馆发生学校换设红馆，和名誉馆长张良哲无法度进入的事件，引起各界关注。就连教育部甲台南市政府，拢对这件代志非常的关心。张良哲教授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向各界做说明。张良哲教授在下晡伫台南公会堂举办记者会，向社会大众说明真理大学自1997年成立台湾文学系时，伊担任首届系主任，到2002年校方伫满道校区设立台湾文学资料馆，一直到去年12月被校方换设红馆的整个事件，要来向社会大众讲好清楚。展示室的钥匙都是我跟这个我们的助理在保管啊，但是那个下面那个大铁门啊，那个大铁门都将来唔捌咧锁因为迄派去学校也没有交给我这个大铁门的锁匙，我嘛无啊，所以我就唔捌咧关啦，这大铁门就唔捌咧关。忽然间就是12月1号礼拜二，我要进来的时候，这个大铁门拉不开，锁起来了。第二次换钥匙的时候，我已经搞过了，所以我今晚借这个机会来跟这个校方表明，我退回去，钥匙不开，我门不开，我全部还回去，表明我已经不是名誉馆长。校方换设红馆的做法引起社会反感，纷纷站出来声援张良哲教授。校方感受到压力，伫10号深夜送来2支锁匙，不过张良哲表示会将锁匙退回。校长交代他把这个礼物送来，里面有一封信，信里面有2把钥匙，我准备今天这个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然后回去把这个礼物送还给他。市长委特嘛委由文化局长叶铁山向张良哲转达关心之意，也表示只要张教授这边有意愿，会协助后续的处理。有关未来这资料会当提供后续想要做台湾文学研究的人，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文学的资产是咱共有的啦，是这个社会共有的所以台南市政府包括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遮，其实张老师因为正住在满道。所以事实上，阮也已经有找到空间啦不过这个部分拢是后续的代志，会当去从张老师家好来做讨论，方便张老师会当继续来做这方面的资料的整理、研究甲发表啦对着市府的好意，张良哲表示，伊目前已经提出，不是名誉馆长，应该由校方自行决定。不过这件代志已经演化成公众议题，最后就交由公众来想一个上妥善的做法。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东区复兴国小的风雨球场因为起伫个围墙边，被部分的社区民众反映，小朋友拍球的声音搅扰着因。加上落雨的时阵，雨水会泼入去球场内面，所以议会教育委员会特别前往现场勘查，寻求解决的办法。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风雨球场，因为位伫咧围墙边，时常只要有小朋友伫咧拍球，就有民众反映声音上过吵。除了噪音的问题，因为现在雨势常常拢是强降雨。雨水也是会泼入去球场内底，互比赛甚至优秀复兴国小韵律体操队无法度正常练习，常常去其他学校借场地。
对此，台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詹培雅、蔡宏全、林志聪、古母学长蔡小薇、柯友玲等议员，12号一天特别来到现场会勘，了解现况。这个风雨球场呢，一完工之后呢，第一个它会影响到住户嘛，音量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因为它下雨的时候，整个雨现在下的方式都是强降雨，而且都是会斜到这个里面来，学生都没办法躲。甚至在之前的毕业典礼的时候，学生家长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闪躲这个避雨的空间。所以我想说，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风雨球场，对学生的学习跟整个环境，还有跟整个住户，还有跟整个社区，可能会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场域啦。在复兴国小里面的孩子们，体操硬力队都是特别的特优。那因为当时的规划可能有没有想到说，就近的邻居会吵到邻居，还有一些风雨来的时候，小孩子没有办法练习，所以我们教育委员会及我们说台南市的议员，共同来为孩子争取这边的所有的重新规划，让孩子有更好的环境来学习。我们请教育局或是学校这边特别委请建筑师，再重新把这个相关的问题重新统合，然后做个修正，然后看多少经费，然后大家一起来。那如果地方我们全力支援，那经费到时候再拜托中央我们也有立委弄会当大家斗相共会勘结果，教育委员会同意学校委请建筑师针对防护球场再做一届整体设计，就经费的部分，地方也全力支持，也会请立法委员林俊宪向中央争取补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叶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林德保华宫为了将保生大帝、保境护生的理念发扬出去，特别伫议员吴宇环牵线之下，捐赠一台 AED， 互环保局林德区的清洁分队，希望伫需要的时阵会当抢救宝贵的生命。主事保生大帝林德保华宫为了将保生大帝慈悲护生的精神发扬出去，特别伫市议员吴宇环的牵线之下。捐赠一台 AED， 互环保局林德区的清洁队12号上午伫保华宫举办简单隆重的捐赠仪式。今天借着这一次的那个捐赠 AED 的医疗器材，是秉着保生大帝他的那个救苦救难，能对我们的生命能做更多的关怀。回馈于地方。清洁队员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比较说让一般人不会去喜欢去做的那些工作，对，非常的辛苦。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说来关心我们的清洁队员他们的生命安全尤其是我们这个 AED 在于说在急救的方面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因为现在的人心血管疾病非常的多，那当然我们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这个心情来做一个捐赠这样子。目前台南市36区清洁队总共超过2000人，代表接受的环保局主秘除了表达感谢以外，也认为这种设备主要是因欠缺的。感谢保华宫捐赠 AED 给我们清洁队员清洁队员每天工作在外面相当辛苦可是新的疾病可是常常发生为了要及时的抢救一些我们的清洁人员，所以我们相当需要 AED 的一个设置。那保华宫这边也相当有心提供这个
相当新颖的一个设备，给我们清洁队员来配置使用。那这个当然我们都希望同仁都健康，那这个是有备无患。主秘强调，现在已经有10个清洁队配有 AED， 也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台湾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南区国税局9楼的艺文展览又搁有新的展出，这回邀请诸如书画学会来进行联展。参展的会员当中，有真侪是80岁以上的成员，展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欢迎民众前往欣赏。由一群热爱书的朋友所组成的诸如书的学会，受南区国税局邀请，伫9楼艺文展览区展出为期2个多月联展，在2号上午正式开展，场面相当热烈。节目。展览期间，毛拄着过年，所以学会伫本会场的带领，嘛用一帮辅导来祝福。而即摆参展的会员殊荣工商拢有，其中81岁做邮差退休，才投入书的世界黄春梦，入面学书法以外，互伊经路通顺。我人在做一个运动那会，但是写字哦，对咱的经路那会哦，会继续好灵活，继续灵活啦。另外，个人85岁老杨桃，竟是从来未晓书法，到入学会半冬才开始学，愈来愈有兴趣。每一天开8点钟的时间来写，一写拢袂记哩长期骹拢会麻疼的镜头。我以前毋捌举过笔咧，毋捌举过这毛笔啦。嘿啊，最难得的吼。都认真你看，你认真你写都袂记啊，你通。嘿啊，有兴趣啊就。用就甲写，用就甲写呢。这么简单，已85岁嘛。系啊。这群会员学写书法，互相交流，各有法度参展，都要找到成就感，嘛意外伫人生当中继续创造价值。咱的新闻军及何秋芳采访报道。水珠甲带状疱疹是属于同一种病毒所引起的，其中带状疱疹就是一般俗称的皮蛇。这是因为生过水珠，病毒留伫个身体内面，通常会发生伫个中老年人甲免疫力较弱的民众。贵中学病院的医师王丽慧表示，伫个儿童的时期，按时接种水珠疫苗，会当有效降低带状疱疹的发生，鼓励家长会当互囡仔放心接种。台南市有一名2岁女童，雄雄得到带状疱疹，也就是俗称的皮蛇。因为伊伫1岁时阵曾经注过水痘的疫苗，加上皮蛇大部分拢是发生伫中年或者是老人身躯顶，所以医生就怀疑可能是疫苗引起的。但是这位女童对发病到好起来，大约1礼拜，比大人2到4礼拜搁较短。医师也建议家长除了公费的第1剂疫苗以外，也应该爱自费拍第2剂，会使避免未来水痘甲皮蛇的发生。她是1岁11个月的小女孩啊，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施打水痘疫苗长了带状疱疹哈，那这种当然是非常罕见的哈，那可是它其实症状是相当的轻微，那也没有后遗症，然后一下子就好起来哈。那我们就是后来有去就是回顾一些文献呐哈，那还有包括就是台湾它 CDC 网站也有说明哈，就是施打水痘疫苗还是有很少数的机会有可能会引起带状疱疹哈，可是它的几率跟症状其实都是低于自然感染的哈。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是要呼吁民众就是水痘疫苗，第一个还是要施打哈，而且打2剂的保护力会更好哈，就是除了预防水痘，还可以预防带状疱疹哈。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有去回顾一些文献哈，那发现说有打水痘疫苗跟没有打水痘疫苗的。比起来哈，不仅说可以，水痘疫苗不仅可以减少水痘的发生哈，那对于儿童的带状疱疹，其实几率也会降低哈，它的发生率大概就是可以大概1/4哈，减少8%，大概减少78% 以上哈，所以还是建议就是除了公费的水痘疫苗在满1岁的时候接种以外，那会建议家属在4到6岁的时候就是自费施打第2剂水痘疫苗哈。那除了可以对水痘的保护力更好，那也可以就是预防带状疱疹哈。
目前台湾儿童满1岁时阵会有公费第1剂的水痘疫苗，家长会使伫4岁到6岁时阵自费接种第2剂。如果超过6岁，嘛会使补接种第2剂。但如果已经是得到过水痘的民众，会使伫满50岁的时阵，会使自费来注带状疱疹的疫苗来预防。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目睭相当的敏感，一旦受刺激，除了会腻，会感觉有物件无爽快，甚至会影响视力。眼科医生表示，包括俗称的蒙古褶，或者是目镜门倒插，拢有可能，应该要赶紧看医生诊断，讨论是毋是爱用手术的方式来改善。伫咱顶目睭皮内面的皮肤疗损，俗称蒙古褶，亚洲婴仔伫3个月后拢有，只是会随着时间消失。不过家长若发现厝内囡仔会定流目屎、目睭会肿，甚至目镜膜已经倒插，伤着感冒，其实外观是看袂出来，一定要赶紧看医生。另外，现代人规工看电脑、看手机啊，目睭打斜的镜头一定也无改善，嘛要提高警觉。有需要评估手术治疗。小朋友其实的确有一些比较，例如说他脂肪比较多的小朋友，他其实因为脂肪嘛，所以会把整个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肌肉是很有弹性的，所以他其实也会把眼睑这边地方弄得更紧。好，那所以其实更容易有年睑内翻好的现象。好，这个内眦赘皮就会变严重。那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请家长说，那你先带回家，就是先体态控制。其实有时候瘦下来，也许他就改善。可是如果说他没有办法改善，或者他瘦下来还是一样的话，其实还是会建议手术。其实不止老人啊，其实现在大家3C 用的多，其实一般在中年或者说工作的族群上面，其实干眼症是大家都存在，普遍存在。那只是说眼睑内翻这个问题，大概是一些退化性，就是真的是要比较年长，例如说60、70岁的一些长者，他才会比较容易发生这样子。对，或者是以前有受伤过。对，医生强调，这款用手术来改善已经是简单安全的方式，而且健保嘛有给付。当然，自费用镭射刀，恢复期间更较短，风险更较低。如果是年长者的一个退化性的眼睑内翻的话，其实会强烈建议就是手术，一劳永逸的治疗，免得就是说造成他一个眼表面的一个永久的缺损，或者是说常常不舒服，需要去找医生，其实会造成医疗资源的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啦。那其实家属也在照顾上也是蛮困扰的，因为其实如果反复性的角膜上皮缺损，其实它会造成感染的危险，其实它就有可能要常常跑医疗院所。所以其实这个手术矫正，如果在家属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其实它大概1、2个小时就可以矫正起来，其实是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之后新美医院我们将会禁用这个雷射2氧化碳雷射的话，其实对于皮下的这个切除的方面会更有快速有效率，然后止血方面会更迅速，那恢复也会比较快，那伤口也比较漂亮。所以其实这是对患者一个很大的福音。这样，不管是囡仔、老人，甚至是一般少年人，只要有相关的毛病，千万唔通拖，一定要找医生来讨论评估治疗的方法。但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1度到1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